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今天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又要和观众朋友介绍客家相关文化。小邓老师，刚才画面好像出现好多我喜欢的酸菜，今天我们节目应该是要介绍酸菜，对吧？有批斗小咪毛，有批斗小咪毛，什么意思啊？客家话讲批就是闻。有批斗小咪毛，就是问你有没有闻到香味。有批斗，有批斗。批斗保留传承客家传统嘅好美食。你正健党感谢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松之城有线电视台来制作爱有你嘅节目单元。是啊，为了推广呈现客家的文化内涵，我们制作团队真的非常的用心哦。也谢谢观众朋友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和肯定。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单元呢，可以利用 YouTube 来搜寻好客之家电视学院来收看哦。对了，小邓老师，今天我们节目要介绍客家酸菜。我有一个疑问呢，芥菜、酸菜、福菜、梅干菜哦，它们差别在哪里？又要怎么去分辨呢？芥菜、鹹菜、卜菜、鹹菜乾，其實啦，佢哋都係一家人哦，都係芥菜加出嘅成員，差別就係做嘅滷嘅時間冇同樣。小邓老師的意思呢，是說我們的芥菜啊、酸菜、福菜、梅干菜呢，全部都一樣，只是醃製時間不同而已哦。錯啊，首先看到呀長長太太頭嘅就係芥菜。這是芥菜。芥菜呢，客家人又按到長年菜。芥菜又稱作長年菜，怎麼說呢？芥菜客家人又按到長年菜，從過年時節啦，我要當到嘅皮糖，客家人就會留啲芥菜放入皮糖來燜煮，芥菜呀，見燜煮啊就見好食，故所按到長年菜。芥菜又稱長年菜，是這樣來的哦。滷鹹菜呢係客家當重要嘅食材哦。蒸過下來嘅芥菜呀，要先日頭曬太陽嘅1到2日啦，避軟。再過呢一層鹽，一層芥菜，然後搭上去丟。這個丟就是用腳去踩的意思。將在放入木桶，也係暗光度。過後呢，就留石頭砸到上蓋，滷差唔多7日到10日左右以後，就係好食嘅鹹菜咧。芥菜經過大約1個禮拜至10天的醃製呢，變黃色就是酸菜。剛剛聽老師講，還要用腳踩過。係啊，客家人做滷鹹菜嘅時節啦，天就要用腳去踏本佢出汁出水，芥菜呢經過呢個鹽水自然發酵後，滷出嚟嘅鹹菜真會好食咯。原來醃製酸菜是要經過踩踏，還有這個芥菜和鹽巴摩擦後呢，會自然的產生水分出來，然後讓這水分自然發酵，大約1個禮拜左右就變成酸菜咯。樣啲嘅嗬，生下來我嚟講呢個卜菜，有啲人講福菜，唔管係卜菜也係福菜都同樣。嘅芥菜呢，放落暗缸，滷差唔多3、4日咧，就拿起來。一條菜呢，放咗差唔多3股，將個掃到鹽，冷炒呢個足夠當曬，從下網走帶有水分嘅時節啦，用紅嘅啊，也係用玻璃罐呢，拿塊嘅擠入呢個紅嘅度，經過3到6個月以後呢，就係卜菜。芥菜在醃製2、3天後，再拿出來曬過，然後再塞進瓶子裡，就叫福菜。那為什麼又叫做福菜呢？倒放客家話講卜，卜菜用於為很多福菜呢，佢係因為有一擺嘅前總統蔣經國嘅下鄉視察客家莊嘅時節啦，
品尝到泡菜嘅料理，佢就冇講，也係馬嘅菜。佢身邊嘅人就老前總統講，也係泡菜。前總統蔣經國認為，也按好食嘅菜，應該係有福氣嘅人將食得到嘅，從此呢個泡菜呢，有人做福菜。哇，原來還有這樣的典故哦。那梅乾菜又是怎麼說呢？梅乾菜啊，有很多呢個鹹菜乾，你做滷呢個鹹菜，愛做福菜嘅時節啦，為留最愛熱兩層嘅葉嘅摘下來，嘅繼續呢熱頭來曬到完全變皺皺，整個呢醬鹽一洗開呢就係鹹菜乾啦。嘅洗走到完全冇水分嘅芥菜，就做得保存到下那久哦。哇，原來經過芥菜醃製的時間長短，就可延伸這麼多好吃的酸菜、福菜、梅乾菜等等，真是開眼界了哎。係喲，講定啊，你好好自家天使學院啊，見本日就講到呀咯，也下愛來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真來了。